個動作啦，係把手擺頭頂，好似頭先一樣，係啦。咁啊，我哋又矯正呢個位置，係提頭，把你牙頭推高啲，我哋要矯正牙頭呢個關節，痛唔痛？OK 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OK， 往下啲，再抱住嚇，攬住，呢個攬住，係把牙頭提高啲，提高牙頭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再低啲，頂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慢啲，慢啲，慢啲放，唔好咁快，把手擺落去，吸一啖氣。感覺點啊？舒服。舒服啊！兩邊扭頭，有冇箍住？冇。OK。跟住呢度有冇暖暖地？有啊。呢度。我手喺呢度啦。有啊。好暖啊！係。發熱啊！但係唔係痛。